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單咧最近咧東張西望跟進緊嘅真實嘅個案，亦都係一個非常典型嘅工傷碰瓷事件啦。表面上咧係個員工受傷申請賠償，但背後其實可能隱藏住另一個故事嘅喎。而對僱主嚟講咧，風險非常之大。再同大家解釋下乜嘢係勞保，勞保係點樣做，點樣可以幫到大家。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最近埋個鈴鈴，咁第一時間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新片㗎啦。事件嘅主角咧係一位70歲嘅保安阿婆，佢喺大廈返工短短幾個月，已經收到大量嘅住客投訴，最終法庭決定解僱佢啦。不過就喺離職嘅前夕，佢突然間請病假，就向勞工處申報有工傷，聲稱自己扭傷咗隻左腳。由嗰刻開始，佢就以工傷為理由持續申請賠償啦。時間咧長達8個月。但事情最近咧有轉折點出現喺節目嘅跟進調查裏邊。節目嘅攝製隊清晨3點鐘就去到天光墟附近守候，想睇下呢位咧受傷嘅阿婆日常嘅情況。結果去到6點半，佢終於現身，同佢申報嘅傷勢完全唔一致。佢一到場咧就即刻開工啦。彎腰執貨啦，屈膝搬嘢啦，來回走動做買賣啦，動作流暢之餘仲好有力。之後收檔嘅時候咧，仲會幫手搬重嘅嘢，拉尼龍袋上車，甚至見到老公有困難，佢會主動幫手。做完一輪之後咧，佢仲可以咧行足成半個鐘去探查，整個過程完全睇唔出有任何腳傷嘅影響。根據骨科專科醫生嘅分析，如果一個人真係腳部受傷，尤其係扭傷腳，佢要進行彎腰啊、屈膝啊、搬重嘢嘅動作嘅時候，穩定性、靈活性一定咧係受到影響嘅，基本上好難做到咁自然、咁有速度。換句話講，呢一單嘢好大機會係咩啊？虛報工傷。嗱，呢種情況咧，其實咧就我哋成日講嘅工傷碰瓷啦。員工利用制度嘅漏洞，以受傷為由申請長期嘅賠償，對僱主造成非常大嘅壓力。你要知道啦，一旦進入咗工傷嘅程序，僱主要承擔佢嘅醫療費用啦，去賠償嘅責任啦，甚至要面對法律嘅程序。時間拖得越長，成本當然越高啦。所以咧，重點就嚟啦。無論咧你公司嘅規模大定係細，只要有請員工，勞保咧就真係要買啦。勞保咧即係僱員補償嘅保險，係一定要買，而且唔買咧係唔得㗎。而喺法律要求底下咧，風險管理嘅基本配置嚟㗎。嗱，講到呢一度，一定咧要同大家認真咧去了解下，到底勞保係啲乜東東啦。嗱，所謂嘅勞保咧，其實咧係僱員補償嘅保險。喺香港嘅法例嚟講啦，只要你有請員工咧，不論係全職、兼職啦，甚至乎係臨時工啦，僱主咧都係必須要購買嘅，唔可以揀，因為呢個係法律嘅責任，必須要做嘅。點解政府要強制呢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工作期間發生嘅意外咧，其實啲風險一直存在嘅，而責任咧係由僱主承擔。如果冇保險，一單意外隨時可以拖垮成個公司嘅喎。咁勞保實際嘅保障又係啲咩呢？可以分幾個層面嚟講嘅。第一就係最基本嘅醫療相關嘅費用啦。當員工咧喺工作期間受傷啦，咁所有嘅合理嘅醫療開支，包括佢嘅診症啦、住院啦、復康治療等等咧，都會喺勞保嗰度承擔嘅，而唔需要公司逐單俾錢嘅。第二啦，就係收入嘅補償啦。如果員工咧因為工傷需要停工啦，保險咧會按照法例啦賠償佢喺停工期間嘅部分收入，確保員工咧基本嘅生活係唔會即時受到影響嘅。第三啦，就係咧傷殘或者長期影響嘅賠償。如果咧
因為工傷啦，導致咧永久傷殘，例如行動力下降，甚至咧失去工作能力。哇！保險公司咧就會根據嚴重嘅程度作出一筆過嘅賠償。最嚴重嘅情況，萬一不幸導致死亡啦，勞保亦會提供死亡賠償俾家屬，咁啊減輕家庭嘅壓力。但其實咧，對僱主嚟講咧，更重要嘅一點咧就係轉移風險啦。因為咧，當發生工傷嘅時候，甚至咧好似今次呢一類型有爭議嘅個案啦，唔單止咧係賠錢咁簡單喎，仲涉及呢啲文件啦、程序啦，甚至法律嘅責任。勞保咧可以幫你處理咧索償嘅流程啦，提供專業嘅支援，包括律師喎，避免你自己一手一腳要去面對呢啲問題。如果冇買勞保，後果非常嚴重，除咗要自己承擔所有嘅賠償金額之外啦，仲有機會觸犯法例嘅，被檢控同埋罰款，可以咧就係雙重嘅風險嚟㗎。所以咧，你可以當勞保係一個安全網，員工出事咧有保障，公司出事有人幫你頂。尤其咧，你面對工傷碰瓷呢類型嘅情況咧，你未必分到真定假，但你一定要確保自己唔會因為一單 case 咧而承受不可控制嘅損失。好多人咧就以為自己公司細啦，員工少啦，就唔會遇到呢啲情況。一單嘅個案咧已經可以令你損失至幾萬甚至幾十萬，員工未必控制到，但風險你一定可以預先管理。記住啦，唔好等出事先嚟後悔。勞保唔係成本，而係保護你生意最基本嘅一道防線嚟嘅。如果咧你對勞保仲有啲疑問啦，或者咧想了解翻公司咧應該點樣去安排咧，可以喺 InfoBox 嗰度咧 WhatsApp 我哋了解更多，或者想報個靚價都可以揾我哋嘅，或者致電咧91060898，我哋可以按你公司嘅情況啦，幫你分析同埋建議最啱你公司嘅保障方案。嗱，記得 CLS 呢條片俾其他朋友仔老友記知多啲啦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仲要撳埋個鈴鈴。下集咧再同大家講下啲保險冷知識，下集見，拜拜。